雙雙新片全乃現，慶餘又有第 X 春，連喜羊羊都話太暴力，被禁播。呢一套被指題材特殊暴力元素過重，號稱經過幾次送審被要求刪改上百個鏡頭嘅內地首部女子冒險動作片，居然喺下個月1號有得睇，仲要入面最多嘅竟然唔係爆炸場面，而係奶同好誇嘅奶，尤其係瘋瘋舊愛喺戲入面直頭洶湧蕩漾逼爆銀幕，太進擊啦！連網民都作首歌話套戲一樣進擊嘅，仲有啱啱同李晨分手嘅慶餘啊！早排俾人影到喺北京一間酒店密會白衣男，全程面貼面，有講有笑，唔通咁快有第 X 春？